每日聖言分享。復活期第5週星期四，恭讀聖若望福音。那時，耶穌對門徒說：正如父愛了我，同樣我也愛了你們。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愛內，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愛內一樣。我對你們講論了這些事，為使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內，使你們的喜樂圓滿無缺。上主的話。各位朋友，今日嘅福音係延續尋日葡萄樹嘅比喻，佢講出呢個比喻嘅真正嘅意思，就係聖父、聖子同埋佢嘅門徒都結合喺愛之內。聖父將佢嘅愛傾注喺子之內，而子亦將佢嘅愛傾注喺佢嘅門徒之內。佢嘅門徒繼續將呢個愛傳俾其他嘅人，而喺傳遞呢個愛所得到嘅果實呢，就係喜樂。基督徒嘅平常表現應該係喜樂嘅。聖女大德蘭話：一個悲傷嘅聖人係一個可憐嘅聖人。一個嚴肅嘅基督徒會唔會使到人覺得佢係咪真係體驗到耶穌嘅愛呢？我哋睇下啲聖人嘅生平，佢哋都係喜樂嘅。聖亞西西方濟各稱太陽為哥哥，月亮為姐姐。如果冇一個喜樂嘅心，點能夠咁樣去睇大自然呢？鮑思高神父喺越多煩惱嘅時候，就表現得越喜樂。喺5月23日，將會有一個被冊封為聖人，佢係加祿 Acutis。佢喺1991年出生，喺2006年去世，只有15歲。佢而家咧就被封聖為聖人。Acutis 佢好珍惜佢身邊嘅人嘅友誼。佢15歲，佢好鍾意踢足球，同埋好多其他嘅興趣。佢被人描述為一個英俊同埋受歡迎嘅少年。從小咧，佢已經有好深嘅信仰。佢每日去參加彌撒，誦念玫瑰經。佢好崇敬聖體聖事同埋聖母，並且積極去參與，去擁護身邊有困境嘅朋友。佢支援無家可歸嘅人。佢做志願者去服務佢哋，而且去教初領聖體同埋領堅振嘅細蚊仔嘅道理。雖然佢係一個普通嘅學生，但係咧，佢尤其是喺互聯網方面有專業嘅知識。佢就係利用佢呢種嘅知識去收集歷史裏邊各個地方有關於聖體聖事奇蹟嘅事件。而喺個網上面做咗一個展覽館，係去傳揚、去鼓勵人去恭敬耶穌聖體。喺今日嘅福音裏邊，耶穌俾咗我哋嘅信息咧，就係遵守佢愛嘅誡命嘅人咧，就係同父同子結合，咁樣就能夠得到喜樂嘅果實啦。聖人佢哋就係證明咗呢一個真理。主有各位。